恭喜恭喜啊！今個新年兩套賀歲片《金多寶》同埋《夜王》都成績斐然啊！夜王呢就截至今日為止已經過咗《明日戰記》嘅成績，直衝香港史上票房第5位。而金多寶呢亦都可喜可賀，已經過咗1000萬㗎喇。不過之前咧，翁子光導演就對呢個1000萬票房咧未滿足喎。佢覺得金多寶嘅票房輸俾夜王，唔係因為輸喺質素，而輸喺場次度。佢話戲院只係派俾金多寶天地場一早1晚，中間嘅黃金時段冇晒場次，所以票房輸俾夜王。到底翁子光嘅講法啱唔啱呢？金多寶真係輸喺場次度，咁啊就等你嘅巴打位同你一一拆解啦。其實第一件事，金多寶係輸喺宣傳片唔夠吸引上面啊。以往有幾條宣傳片嘅，最令人深刻嘅分別有鄭秀文舊歌再翻唱嘅主題曲片段啦，咁勾起咗好多嘅回憶，亦都顯得夜王嘅夜總會五光十色。呢條吸引人嘅宣傳片呢，就係黃子華啦招募一啲女仔嘅片段。咁呢兩段簡單嘅宣傳片，一方面勾起回憶，無論大家係對鄭秀文嘅回憶啦，或者對香港昔日輝煌嘅回憶都好，都係一種共鳴感、回憶感。呢樣就係大家都好期待睇到夜王入邊嘅夜總會或者夜場好似五光十色，有多唔同嘅女士，大家都期待去睇。咁當然，夜王另一個宣傳片嘅重點亦都擺咗喺係《毒舌大狀》嘅班底。《毒舌大狀》係講香港第一套破億票房嘅電影，咁觀眾見到呢個班底，自然有衝動、有慾望想去入場睇咯。咁但係反觀金多寶嘅宣傳片咧，其實第一條宣傳片係真係唔係好知做咩，係鏗鏘集，講緊一班人住喺公屋入邊嘅生活，我明確度其實唔夠高。睇完第一條唔係好知做咩，咁第二條叫做好少少，但係咪好知道個故事講乜？其實真係唔係好知嘅。知道個名叫金多寶，估佢係6合彩嘅。但其實個宣傳片係咪令到大家覺得好好笑？真係唔係。咁所以其實呢個宣傳片上面已經做得唔夠好。宣傳咩嘗試去令觀眾有第一個印象，係應該令觀眾大概知道套戲講乜，或者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咁但係金多寶嘅宣傳片明顯係輸咗俾夜王。觀眾其實唔係好知呢套戲個賣點喺邊度，或者講緊咩故事。除咗宣傳片唔夠吸引之外，其實兩套片嘅演員陣容嘅吸引程度都高下立見。夜王掛頭牌嘅就一定係黃子華啦。黃子華已經由當年嘅票房毒藥變為今時今日嘅票房靈藥，係香港電影史上票房 No.1 同埋 No.2， 已經有2部電影係過億票房，所以絕對係票房嘅保證。觀眾見到佢再同《毒舌大狀》嘅導演合作，更加會有信心。佢呢套戲一定係言之有物，有故事。所以見到黃子華已經係好大嘅吸引力，好想去買張飛嚟睇下，覺得呢套戲係有質素。再加上女主角係鄭秀文，當然鄭秀文唔係最當打、最當時得令嘅時代，但係大家都知道佢係90年代尾、2000年代嘅票房女王。當時佢好多愛情片啦、喜劇啦都擔演女主角，亦都係
金像影后啦。咁所以鄭秀文嘅出現其實勾起咗好多80後啦、90後啦，甚至乎70後等等嘅觀眾嘅回憶。而且鄭秀文喺電影上面第一次同黃子華一齊去掛頭牌做男女主角，更加係第一次一齊兩個合作做賀歲電影。所以淨係男女主角呢個班底已經好吸引觀眾，大家覺得好新鮮，亦都好有期望，亦都覺得好有保證。再加上一班女配角啦，淨係睇張海報已經覺得哇，五光十色、琳琅滿目，好多個唔同嘅靚女。大家觀眾已經覺得，咦？就算我唔睇黃子華，唔睇鄭秀文，咁睇其他女演員都好啊，數都數唔晒，哇！好豐富，好吸引，就喺個數量上已經贏一籌啊！葉王喺個演員陣容嘅人數上面。咁反觀金多寶，金多寶啲演員唔係話差，其實亦都有好強、好有實力嘅演技派。包括金燕玲啦、李尚正啦，同埋鐘雪瑩。鐘雪瑩更加係影后級人馬啦。咁金燕玲同李尚正都係金像獎見到提名，甚至乎攞過獎嘅演員嚟。但問題就係佢哋有演技，甚至於有票房嘅保證啦。金燕玲同李尚正絕對係好戲之人，但係問題就係佢哋好演技或者可以攞到獎，代唔代表觀眾見到佢哋個名即刻要衝入場睇咧？即刻要掏腰包買戲飛咧？鐘雪瑩都係，鐘雪瑩係年輕一代咯，佢絕對係新生代嘅演技派之一，亦都為港真光喺金馬獎度攞咗影后。咁問題就係佢嘅演技絕對毋庸置疑，巴達威都好中意睇佢做戲。但係咪去到見到鐘雪瑩嘅名，即刻買戲飛入去睇咧？佢係咪擔當到票房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疑問。相比之下，大家都會選擇夜王嗰邊五光十色、豪華嘅陣容，而未必選擇金多寶呢邊實而不華嘅卡士。咁當然金多寶入邊都有個好強、好具人氣嘅演員，就係 Eden。Eden 絕對係呢套戲嘅票房擔當，實際上佢嘅 fans 都好落力去支持偶像。一班粉絲亦都甚至乎自掏腰包去資助一度香港出現8蚊嘅場次，係因為呂爵安嘅粉絲去包咗底，好希望大家願意入場支持金多寶。但問題靠呂爵安一個咁夠黃子華去打咧，記住黃子華而家係攞住過億票房嘅紀錄，咁所以相較之下，單靠 Eden 呢個同黃子華去比，就絕對票房係輸蝕，所以個卡士度其實係唔夠嘅。金多寶所以唔係淨係輸場次度，亦都唔係單單輸喺頭先講嘅宣傳片夠吸引到，其實叫座力嘅明星亦都唔夠啊！除咗呢兩個致命傷之外，其實本身金多寶呢套戲嘅質素亦都有一啲問題。佢嘅劇情咧，佢節奏咧，其實係唔夠好嘅。本身金多寶其實係賣緊一個回憶啦，大家見到佢嘅宣傳片或者見到個海報之後，就會諗啦，咦，其實係咪嘗試緊重現緊當年肥姐沈殿霞嘅富貴逼人系列啊？大家會期望喂入去都爆笑一場啊，有啲家庭嘅喜劇嘅元素啊。咁但係問題睇完之後就覺得，咦喂，原來係完全唔夠好笑，唔係富貴逼人嗰種令人開心嘅感覺喎。咁大家入到去都係覺得，咦，係期望落空咗，期待錯誤咗。原來佢想打溫情嘅。咁但係另一方面亦都係佢打溫情，但係其實個節奏亦都係有啲錯配啊。可能前期
有少少嘗試胡鬧，嘗試硬搞笑嘅感覺。去到後尾又想買下溫情，買人情。當然有啲觀眾會喊嘅，係感動到喊。但係更多嘅觀眾其實覺得，哎呀，個節奏好奇怪，好似改咗兩步。我本身想入嚟睇《富貴逼人》，點知你俾到爸爸我睇咁樣。當然唔係話甄子丹導演唔好，甄子丹導演其實都係一個好有深度嘅導演。但問題係咁多部，你打正係賀歲片喎，係應該俾觀眾歡樂噶嘛。咁但係結果佢嘅節奏啦，佢嘅劇情啦，其實都係唔係話去到最上乘嗰個級別。大家唔覺得話節奏好流暢，甚至乎有啲情節大家可能覺得生硬。咁所以因知道其實個口碑亦都唔好。咁相信其實點解電影院會 cut 佢嘅場次，分配多啲俾夜王？其中一個原因都見到，喂，坊間口碑唔係好掂喎。咁多部其實都幾多影評人話你麻麻地喎，唔係好睇喎。咁所以其實金多寶本身自己都唔係一套超級上乘嘅佳作嘅時候，導演都係要檢討下，咦，到底嚟緊仲咪拍笑片呢？又或者會唔會拍翻佢嘅拿手好戲會好啲呢？所以套戲嘅質素其實亦都影響緊個票房，大家都覺得喂，個口碑唔係咁好，唔係咁想睇。咁仲有更重要，其實好啦，套戲質素唔好都唔係最重要，因為以前都有啲賀歲片，其實大家都係覺得喂，你質素麻麻地嘅啫，但入去睇下明星啦，柴娃娃笑下啦，都有陣時會咁，會包容啲嘅對賀歲片。但問題就係咁多寶呢個題材其實已經係一個過時嘅題材啊！有時睇戲，大家都需要一個共鳴感、代入感。富貴逼人當年係賣緊一個夢想，好多人想中頭獎啊，想中六合彩啊，期望緊一朝發達，喂，幫到成個屋企啊！問題今時今日嘅香港，有幾多個香港人喺度諗緊？喂，我要中六合彩啦！雖然唔係話冇人買六合彩啊，大家間中都會講下，或者特別大時大節係啦，即係出金多寶嘅時候，特別可能個獎項獎金特別高，大家會柴娃娃講下啦，或者一齊夾錢買下啦。但會做呢個動作，同大家喺80年代富貴逼人時代，好期望透過中六合彩去叫做脫貧，或者去解決家庭困難嘅夢想，其實係好大分別噶嘛。今時今日咁多香港人喺理財上面會做嘅係去投資啊嘛，可能炒股啊，或者買基金啦、買期指啊，都多過即係單靠買六合彩喎。即係大家都明白，話六合彩其實係講彩數，講緊運氣。今時今日，大家更加明白，喂，如果真係想理財，就係投資，而投資就係講緊頭先嗰啲股票啊、期指啊、基金等等。所以其實唔係咁多人有共鳴，仲係發緊呢個六合彩嘅夢好想過下呢個咁多寶嘅人，好想入去睇。其實呢個題材已經過時啦。得夜王，當然夜總會都係過時，但係其實佢深入講緊嘅唔係夜總會，係講緊當下香港嘅經濟嘅一啲困境。講咦，好似都係卡卡地喎，都好似結業喎，係引起緊呢方面嘅共鳴。同埋另一方面，夜王亦都係算係近10年好少有嘅講夜總會嘅電影。大家反而係有個好奇心入去睇到底咩係夜總會，係有個新鮮感喺度。但咁多寶唔會，大家話睇咩係咁多寶係咩嚟㗎？大家都知咩嚟，咪就係中六合彩頭獎咯。冇呢個好奇心去了解呢個題材，所以其實喺個題材嘅選址上，咁多寶都係錯嘅。所以簡言之，其實咁多寶真係唔係輸喺場次度，而佢宣傳片唔夠吸引。
叫助力明星又唔夠啦，跟住劇情嘅節奏慢又唔夠好笑，同埋題材都已經過時啦。所以希望翁子光導演唔好再只係話需要長詞度，亦的嘅針光去諗下，正視下而金多寶衰喺邊度咧？咁同埋其實亦都唔係真係衰，佢都有過千萬票房啦。希望佢繼續努力，將來再拍多啲好戲。大家點睇？歡迎留言話俾大家聽。我哋下次再見，拜拜。